我今日試嘅係一部 CD 膽機同埋一部甲類輸出嘅單端膽機，用後感就係話聽人聲夠暖同埋襟聽，但係如果你要聽啲動態交響樂，我諗咁多位師兄都知道石機喺動態同埋爆炸力遠勝膽機。最主要就係睇返你中意聽邊一類型嘅音樂，你買部機係俾自己聽，唔係做 showroom， 唔係試俾人睇。大家可以用你嘅耳機去聽一聽，覺得呢套音響適唔適合你，跟住俾大家聽一聽佢個音質。記住要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如果唔係我出片會越出越慢嘅啦。喺片尾我會加多幾條試音片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撳返個 link 入去聽啦。我輕輕地離開了你，讓我回到我北方去。當北方已是漫天大雪，我會懷念遙遠的你，在那寂寞入睡的夜裡，我曾緊緊擁抱着你，滿天的繁星無聲無息，幸福讓人滿心歡喜。